我们会有四个游戏。春天是什么颜色？春天是你心目中想的颜色。用彩鱼的。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。我有坐着的人。哇干！快跑，大家！死腿快跑啊！要挡住！结果我的。现在几点？第一节。啊！全部全部跑起点，全部跑起点。好，1、2、3。对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们今天生日生日快乐！打出奇妙口袋裏，你的希望變得到奇蹟，話不可知宇宙就一想笑了狐狸飛舞，還當球寶，佢捉蜻蜓啊！誰都知道，我真的喜愛哆啦 A 夢。